我係許浩俊。啱啱都順利爭到世少嘅資格啦，就希望可以世少同埋亞少嘅個人賽拎到獎牌啦，同埋亞少嘅團體可以拎到金牌，因為我哋4個人都好勁，個實力都差唔多，所以好有信心可以拎金牌。因為喺本地搞啦，所以亦好希望阿張家朗同埋蔡俊賢可以拎到牌啦，而更加希望蔡俊賢可以繼續拎多次金牌衛冕啦，因為佢係我嘅教練啦，所以我特別想佢可以衛冕，我都好，如果佢衛冕到我都會好開心咯。同埋因為我個 friend 何成謙即係細媽，佢呢排都狀態大勇，所以我希望佢可以爭到世錦可以打咯，因為佢係好有 potential 嘅運動員。